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《恒春仔艺术相机》，由小弟恒春仔为恁主持服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是乌家姊仔少年时的伤心往事。乌家姊仔十几岁仔时，真拍拼帮厝斗趁钱。当然，交互厝人的意之外呢，家己嘛有欠一寡私客。有一天，听人讲饲猪的利润袂歹，所以就用私客钱买几十只的猪仔囝，按算若有趁，厝人帮伊传的嫁妆就免遐辛苦。想袂到，过无几工的暗时啊，落大雨兼单雷公，迄雷公死呐，变变叫，见见吼，猪仔囝煞着惊哭哭撞，撞来撞去，打来打去，一对猪仔囝就安尼打来打去，打死。当然无死的嘛，剩半条命。这件代志，互伊损失惨重，艰苦真久。然后，乌家姊仔将这件伤心的往事喊成一条歌。这条歌是安尼唱的：滴答滴。滴答滴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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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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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乌家姊仔所损失的只是几十只的猪仔囝尔，但是恁知影无？非洲猪这就是非洲猪瘟啊！若是互伊进入咱台湾。迄都毋是死怀骗血、血流性会使形容。一堆甲饲猪有关的产业是个青惨落魄，而且迄个时阵，咱若要食到猪肉，毋是变甲足贵，无就是真困难。所以恒春仔一只甲大家提醒，毋通对野区炸肉类的产品入境，嘛毋通为外国呢订购肉类产品寄入咱台湾。若有啥物问题？无清楚的所在呢，你能上农委会网站，也是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查询就会使咯。非洲猪这、非洲猪瘟，咱做伙来防范。节目也将近尾声咯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咱后一摆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